每问大叫美国客栈片面话，好像有名的都是问客栈片面话。也讲真不美波，买滚言农店，还落当转苦fin。咩后讲来到时段做咧交流为讲道理。买滚言农店海螺当最苦fin宁走咧交流为讲讨论为讲讨论买滚也农店海螺当做苦fin为讲讨论话没讲。买滚就是 no matter 不管，也农店就是天下。海螺当那个地方当准苦fin，后面本来是 good news 福音传福音，准苦fin为讲讨记者记道就是方言是 direct 记道，这是 direct 讲讨多面，买滚言农店海螺当准苦fin为讲讨论。要煮酒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。